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9 Talk，呢度用最直接嘅方式講香港人嘅健康同養生秘訣。你有冇聽過念珠菌？聽落似怪病，但同健康好有關。今日3分鐘拆解念珠菌，講下佢係咩、點嚟、有咩症狀同點樣改善。想知點樣提升健康？睇到尾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跟我一齊學下。念珠菌係咩？簡單科普。念珠菌係咩東東？佢係一種真菌，學名叫 Candida， 平時住喺我哋嘅皮膚、腸道、口腔，甚至私密部位，係正常嘅住客。但如果身體平衡亂咗，念珠菌會過度生長，引發健康問題，例如痕癢、發炎。香港人成日聽到念珠菌感染，特別喺潮濕天氣，30至50歲男女都有機會中招，改善健康好重要。19 Talk YouTube 頻道由19 Toys 情趣保健專門店製作，我哋除咗講男人健康、保健養生同性健康風險之外，仲喺旺角 W 商場有門市，地址資料同營業時間都可以下面資訊位揾到。如果大家想揾保健嘢、玩具嘢，都可以直接過來，或者來網站睇睇，甚至 WhatsApp 我哋都得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頻道，就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啦。點嚟？成因有咩？點解會有念珠菌問題？原因多到亂晒龍。第一，免疫力低，例如壓力大、瞓唔夠、病後，俾念珠菌有機可乘。第二，食太多糖，研究話糖分係念珠菌嘅美食，令佢生得快。第三，濕熱環境，香港夏天又焗又潮，着緊身褲或者唔換濕衫，容易出事。仲有抗生素或者荷爾蒙藥亂用，都可能打亂身體平衡。香港人忙碌生活要小心，健康要改善。有咩症狀？點知中招？念珠菌感染有咩症狀？視乎部位。喺皮膚可能紅腫同痕癢，例如腋下或者腳趾縫；喺口腔係白色斑塊，似奶漬咁；喺私密部位可能痕癢、灼熱或者不尋常分泌物，男女都有機會。香港人如果成日攰又痕，唔好當小事，改善健康要快手，可能係念珠菌喺度搞亂。點樣改善？方法有咩？有咩方法改善？有3招。第一，改善飲食，少食糖同精製澱粉，例如珍珠奶茶同白麵包，試食益生菌酸奶，每日1杯幫腸道平衡。第二，保持乾爽，香港潮濕要勤換衫，着透氣內衣，沖完涼要抹乾身體，唔俾念珠菌有機可乘。第三，增強免疫力，瞓夠7至8小時，每日15分鐘散步，改善活力同健康。如果症狀嚴重，揾醫生開抗真菌藥，夠健康要專業。總結返，念珠菌係真菌，平時無事，但免疫低、糖多、濕熱就搞亂，引發痕癢同不適。改善方法係少糖、乾爽，增強免疫力，提升健康好簡單。想更快改善健康，19 Toys 有荷蘭 Copago 天然保健產品，好多客人試過都有好評，話提升健康自然又放心。歡迎過嚟門市或者聯絡客服查詢，改善健康靚到老。覺得呢集知識有用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想知更多健康秘訣，下集見。